日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3年10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出埃及记39章32节到43节，马太福音14章第1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义人的死。传统上传福音，侪人真爱讲信耶稣就无搁再有苦难。有人甚至误解信耶稣就要破病，安尼会错误，容易造成人对这个基督信仰的误解，特别是非基督徒啦因为既然真做人，就必有祸福嘛，一定会破病，会拄到困境。基督徒所强调的是，信的人拢是义，但是这个称义是被动的，毋是主动的。搁较毋是因为咱有真好的这个作为，所以就有奖赏。称义。希伯来书5章第1节安尼讲：既然咱对神称做义人，就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，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。基督徒是因为神被称做义，毋是因为行为来称义。这个基础来论到着义人，所以咱知影，既然被称作义，就表示咱是需要上帝的救恩的。更加进一步来讲，义人的生活必有祸福。重点是，咱讲选民或者是基督徒，应该爱安尼来对上帝来行，真主般的义，然后才会当得到上帝的保守。因为上帝应允咱，必定会甲咱同在，这就是以马内利。也应允必定会甲咱同行。因为亲像大笔的诗篇安尼甲咱讲：日出日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无论是顺境，无论是逆境，耶和华上帝必定会同行，并且保守咱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就是予以色列人有机会被称义，并且来成圣。方法就是透过上帝所颁布的10条诫命以及各样的律例诫命，嫌做会务嘛，拢爱照上帝吩咐的方法去起。今日的经文接续前几天的记载，会务完成了后，以色列所做的是真各种的义所完成的。圣经记载讲，安尼会务的布片所有的工程拢完成。上主命令摩西所着做的，以色列人拢照安尼做。因将会务就是布片甲所有的器具送去摩西遐，有钩棒、花园剑这个条，有插笋空的做。看布片染的红布的羊皮、羊羔的皮，甲上顶的皮，才会规坎的张里，约柜甲伊的管，伊的坎，摆献祭的饼的刀，甲伊的器具，献祭的饼，顺顶的灯台，甲伊的灯台。灯台器具点灯的油，金的香弹，汤末的圣油，甲香的香料，会务的门帘铜的祭坛，甲铜的网祭坛顶悬的讲
甲换所有的器具、洗肠的盆甲盆座、定四围的位，甲伊的条，有笋空的座，甲定的门铃仔、插仔、甲锁仔、布片甲花布内面所有的器具，以及有工做的礼服，就是祭司亚伦伫圣所穿来服侍圣的礼服，甲伊的囝做祭司得穿的礼服。上主命令摩西所着做的，以色列人拢照安尼做。摩西看到所有的工程拢有照上主的吩咐完成，就甲因祝福。尽逐样的义，遵守上帝逐样的吩咐，完成上帝所托付，拢是蒙福的义人。耶稣基督捌接受洗礼约翰的洗礼，当洗礼约翰拒绝伊的时阵，耶稣基督就回复伊：你暂时问我，因为咱应该爱尽这种各种的义。这是马太福音3章15节。洗礼约翰伫上帝面头前是一位义人，伊行为完全照上帝标准来行，并且真讨厌歹，因为追求上帝的义，伊就对这个违反伦理的希律有真严厉的批判。嘛，因为安尼得罪着希律王，就叫希律王甲伊处死。但是当希律王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声的时阵，伊相当的着惊。可能因为伊感觉耶稣基督甲洗礼约翰太像了，因为因所做的拢是真上帝的义，是义人啦。什么款的人会惊义人？就是迄无属上帝的人，毋是上帝的样不义的人。咱看马太福音14章第1节到12节，记载希律王安怎惊上帝的义人。迄时，家己离芬芳的王希律听到耶稣的名声，就对伊的部下讲：这个人是洗礼约翰，伊已经对世人中过我，所以才有权能行诸般的神迹。原来希律为着伊的小弟腓利的某希罗底的缘故，有掠约翰，甲伊连起来，关落监。也因为约翰定定对伊讲：你带这个妇人人做某无合法。希律想要甲伊杀，不过惊群众，因为伊拢想讲伊是先知。希律做生日的时阵，希罗底的查某囝伫来宾的面头前跳舞，希律真欢喜。来就转答应迄个查某囡仔，无论求什么，拢要互伊。查某囡仔互老母使人就讲：请将洗礼约翰的头壳放伫盘面互我。王的心真艰苦，不过因为伊已经伫贵宾的面头前就转，就命令所求的互伊。王找人去监狱内底斩约翰的头，将头壳下伫盘面，交互查某囡仔。查某囡仔就放去互伊的老母。约翰的门徒来收伊的身尸去埋葬，然后甲耶稣报告。杀死义人的就是希律，迄个不义的人。因为家己的不义，造成义人的死。耶稣基督伫山顶的假释安尼讲着：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，受逼迫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。为着我的缘故，人甲恁侮辱、迫害，讲逐款歹话来诽谤，恁真有福气，着欢喜快乐，因为恁伫天顶的报赏是大的。恁以前的先知嘛捌安尼受迫害，为
伫和合本咱较熟啊吼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为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义人的死是上帝所欢喜，是上帝所要祝福的。毋免烦恼要讲啥，因为如果咱伫追求上帝的义的人，咱的上帝的神必定会亲自教导咱所讲的，尽心尽力来服侍上帝的义人，必定会得到福分。诗篇99篇，上主最王，万民摇摇喘。伊坐伫天上基路伯宝座的顶面，大地摇动。上主伫锡安最大，伊受万民尊重，愿因称赞伊伟大通行位的名。伊是至圣，有大权能的王啊！你意爱正直，你建立公平，伫以色列施行正直公义。要尊重上主，咱的上帝，伫伊脚点的头前跪拜，伊是至圣。伫伊的祭司中有摩西甲亚伦，伫求叫伊的名的人中间有撒母耳，因求叫上主，伊有应答，伊伫云条中对因讲话。因遵守伊颁布的诫命甲规例，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你有应答因，虽然你有照因所做甲因报应，抑故你是赦免因的上帝。要尊重上主，咱的上帝，伫伊的圣山跪拜。上主，咱的上帝至圣。求主帮助咱真做义人，不但因为因信称义被称做义，会通活出生命的见证，或者是活出上帝羊羔基督的样式，愿意为着伊来受逼迫，为主来活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